欢迎我们的昂嘎，洪水乌大班，奖金100万。好，洪水哦，大班啊，来，咱即摆收擂台，来，谢你，欢迎，来，谢你，来，哎呦，好，来，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来介绍阮这组的队长阿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好，这是我全家伙仔拢来啊，好家拢来啊啦，拢出动啊啦吼，对来好家的人吼，咱就一定爱好好啊甲介绍出来。是今日吼，爸爸妈妈拢来啊咧，阿个太太嘛来啊。是上重要是太祖啦，太祖一定爱来啦。嘿，来，因为艺名是我带的姨太太，姨太太啦，你好的啦。嘿，要嫁入来就爱做姨太太啦。嘿，一定爱做一个真水的姨太太啦。对，水无，啊，这阮爸啦，有啦，阮妈，啊，这是老蚵仔，啊，这是番薯，我是蚵仔番薯安尼。哦，是，好的真古锥。嘿，今日吼，伊带队来吼，恁一定要甲100万摕到顿。好，咱初赛。先甲提起来，咱再讲啦。好，来欢迎咱隔壁队，隔壁队真好时间，家己报名来，而且听讲拢有定看咱拜一甲拜三拢有看阮的节目。忠实的观众。是，好来欢迎一下。欢迎我们的昂爹。大家好，我是洪爹。是昂爹。听讲家己报名嘛？系啊。是。我要来摕这100万啊！100万啊！对了。洪爹，你是倒位的人？我是浙江的台湾人。浙江的台湾人。我爸是非洲的，妈妈是台湾人。哦，妈妈是台湾。混血耶。欢迎你咧！啊，你今日带队，拢是你的好朋友吗？是啊，是我的高中的好朋友。来，高中的好朋友，来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伊恩，我是甲伊为高中的到即卖的好朋友。是。啊，伊的台语拢我教的。哎呦，赞！啊，细汉的时阵，你有感觉伊那机关那哦？系啊，伫学校的时阵，我想讲，因为阮是篮球队的嘛，是，啊想讲，较有学人。啊，要讲英语还是讲国语？结果伊讲，伊就甲我讲，我是台湾人，你会当讲国语不要紧。是欢迎你哦，好来，搁上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宝妮，我是伊找我来的，伊讲。人无教，大家再注意，无紧啦，会来就是有缘啦。是啊，啊若看到100万的分享，一定爱来啦。嘿，无定着就真正互恁摕到转去哦。是啊，好，嘛是欢迎你哦，宝妮。嘿，来宝妮的边仔咧。大家好，我是 Jax， 然后我是伊的教练呐。教练。伊是我的教练，所以伊是教练的教练这样。哦，你嘛是跳舞的哦。伊汉草是我练的。哦，你的汉草是的。啊，你今日邀请你来是因为欠一个哦。想要一个保镖啦。哦，这你头个部分咧？是安尼。扭开好看者。我来。伊嘛是我。伊嘛就好咧。是那真正有影通摕到100万了，我会感觉哦，你会一直想要看阮这个节目。一直看咧。无定就拜一甲拜三，上准时看的就是你，对，会调调哦。好，进来介绍咱这会调调的顾问老师哦，来，欢迎咱的罗光成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光成。台语真丰富，接讲会当互恁赚大钱、买新厝。是一定爱接讲到有可能摕到100万，才通啊买新厝啦吼。好来，互恁看一下100万真正有影有伫倒位，就是伫遮。来请看，来看一下。有哦，真正。开始就可以小推荐，这把里。不，这把刀啊？这锁，这把刀啊？皮啊锁掉的。因为检查拢伫外口。这通家落啊，快点阿 Sir，通啊检查局去，真正有影有100万。有100万。啊，咱若袂晓讲啊，啥不要紧，咱尽量讲。好，得几个回合，4个回合尔，较加油一下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今日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摕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
这个回合美秀有一个答阿案，雄我嘛有一个答案。是分数来先。嘿，你若选到一个答案，得1000，上济这回合再得6000啊！当然先个6000摕过来，再搁讲啦，平手拢袂要紧啦。加油！好，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啊！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吼，风台是地动的时候，常常都会有海啸。嘿，海啸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哦，海啸的台语哦，是美秀这边的答案是起高粱，是你甲看者有哦，有成咱龙有哦，哎呦安尼龙拢毋是，咱若对印象当中，迄龙拢是安尼线过来，敢若一只足龙安尼就对你安尼走过来，飞安尼形容嘿，过会正地，哎呀过会西，哦，过会飞起嚟安尼，所以讲美秀这边的是起高粱。是阿雄我这边的答案是水龙梗。水龙梗，哎呀，你看看，伊是毋是水讲愈来愈暗，甚至要梗起来啊，对无？而且足悬呢。嘿，啊等，嘿啦，哦，啊，咱这个图做得真歹，顶悬的海啸，下骹的人咧散步，够可怜，较正经的。无，这是做一个比例，互你看啦。哦，人的比例哦。比例，互你看一下啊。其实无啥货，就是非伫这，就是看起来真危险啊！而且咱拢会用这来形容，用龙来形容啦。对。是啊，但是安那是美秀的起高粱，也是阿雄的水龙梗呢。嘿，就看恁的决定咯。好，来，咱请选择美秀阿雄编辑名。好，来哦。时间到哦，嘿。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个。好的，你选的是我。因为迄落全部的台语吼，拢是甲生命有关系。哇，迄水底有迄生命，有迄龙，伫遐架，梗，有无？看起来就是起什么起高粱，对不？是。啊，佫有删去法吼，迄水龙梗吼，应该是要漩涡。哦，一直更哎，对。哦，不厉害哦。哎，有概念哦。好，谢谢，来，谢谢，答对，叮咚。阿妹，嘿，啊，大家同齐讲的时阵，麻烦你互恁爸讲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因为我今年69岁吼，所以我有听吼，为细汉听拢听水灵梗。哦。吼啊，比较较成，因为这是一个形体物件。形体尔是。对啊，我感觉讲起高粱比这句话比较较是用小说内底咧讲，讲一个较玄安尼，较玄的物件。所以讲，一般通常语咧讲水高粱安尼。是，这是我的看法。伊讲讲，伊知影这题，伊讲迄个起高粱，迄个高就是嫁做伙。哎，嫁做伙。你看像伊讲的，伊的台语拢是伊教的。是。伊嘛是讲伊的答案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这条的正确的答案哦，是伫美秀迄边起高粱。咱台湾人吼，高粱甲猛虎是相对的，拢是足厉害、足歹的迄种动物啦吼。啊，起高粱就讲海内面吼，敢若有迄个高粱起来，所以咱讲迄是足严重的代志。啊，来恁讲迄个水龙梗哦，迄就是。咱像讲光雷亚风有无？光雷亚风。那伫土地，咱叫光雷亚风，啊，那伫水面上，咱叫做水高粱。哦，嘛是真正伫的啦。水龙梗安尼，哦，迄无共款啦。是，伫的。水龙卷啊，迄是水内面的，敢若光雷亚风安尼嘿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一个是你水顶安尼甲伊扭起来，啊，一个是直接伫大海安尼涌起来啦。无共款。哦，好，来第二题啊，哦，不要紧。差这1000，咱等下拼回来就好啊。好，来，咱先请出销。请出销。来，好来哟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咱上美术课的时候，一定爱有这个调色盘吼。是。用台湾来讲，要安怎讲呢？哦，调色盘，美术这边的是梅花盘，是咱的国花是啥花？梅花嘛，对不？来，大家看这里，是不是像梅花？哎呦，是，所以讲我会真简单，就是梅花盘。是，啊那阿雄我吼，就是看起来亲像水滴，这应该叫做水滴盘。水滴，你看是毋是一滴一滴的水？无，明明就是一蕊花。明明就是5个水滴、6个水滴啊。无，你当时看到水滴？我即马就看到2、3、4、5、6个。哦，真正是安尼。水滴盘。好，不过美术是梅花盘。啊，像是水滴盘。好来，咱2队请选择
必须阿雄，演技表。嘿，来哟！请起。哦，哎哦，哎，爸爸还是坚持是你。对，那大家有无同的？嘿，跟咱无共的，买保险买保险嘿，伊是买保险的人啊，哦嘿，无定就伊是对的哦。 Insurance。嘿，无唔对。好，来先和爸爸讲，你是安那感觉是水滴？因为一般有时你讲梅花盘来讲吼，表示迄个形体像做梅花，是。但是即摆足侪毋是讲梅花形体，哦对，有长了的吼。啊，所以咱就滴水，水都要搅盘，咱讲伊古早讲调色盘，调色盘。啊，即摆讲咱滴水甲滴落滴内底啊，落去调。拉安尼。大概我是讲伊的功能，我无讲伊的形体安尼。来，咱保你。保你。因为阮感觉真侪台语啊，伊拢是为伊的迄形来的，啊，而且感觉台湾人敢若爱花，所以阮选迄梅花盘。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 好，这条的答案吼，嘛是伫个美术迄边。物件号名吼有足侪关键啦吼，啊足侪拢是照伊的色啦，还是伊的形啦来号名的啦。啊，因为这个形看起来就亲像一蕊梅花啦，所以咱就该叫做梅花盘。啊，咱嘛会记得讲，咱以前有一段时间吼，要叫讲文就安若去外口食饭吼，袂使食伤好料的啦。所以因有一个叫做梅花餐，就是讲中间一个汤啊边啊有五个菜安尼吼，安尼就好啊，唔通像食伤济啦。啊，所以咱用迄个形来讲啊，所以这嘛是叫做梅花盘。好，来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吼，袂晓剃头拄着好手啦，就是讲剃头师傅伊功夫无真好，啊伊去拄着好手。啊，这句话是咧讲什么意思咧？哦，意思美术这边的答案是讲无脚踏实地，嘿，做代志，无脚踏实地你做代志，是安怎讲咧？你甲看哦，袂晓剃头，安尼已经是应该是一个哦。 技术啦，技术无讲介好的，袂晓剃头嘛，袂晓剃一。啊，用有一个人客入来，伊讲伊要剃喙鬚，抠喙鬚，哎，啊要安怎咧？哦，不要，我想要趁钱，我就讲无，我来甲你。 我刚刚甲你处理喙鬚安尼啊，安尼唔过做人就是无脚踏实地，因为我无迄个基础啊，我是安那会晓，我剃头我都无啥会晓啊，啊我搁要去共抠喙鬚，哪有可能？所以讲做代志一定爱脚踏实地，啊，这个意思就是你讲哦，无脚踏实地你做代志。是，啊那阿雄我这边的意思就是讲吼，拄着伊袂晓无足够的物件，但是搁歹胖的代志。 哦，歹胖的代志。啊，弟弟的意思就是讲，伊是自愿要去共剃头嘛。是啊。我的意思，我譬如讲我学师啊，拄啊会晓剃头尔，无讲介厉害。煞来一个人客讲伊要抠喙鬚，啊，这声要安怎？所以就是代表讲我唔是真牛，但是佮拄着足歹处理的代志，这声要安怎？嘿。哦，原来是我较新来新路啊，就对啊。嘿，你有做一站嘛？对。哦，啊，我是因为要趁钱，我无法度。啊，我是因为我袂晓，但是拄着啊，无法度走险的。哦。两对，咱请选择。哦。哎。我感觉恁两个应该袂下哦。足简单的，我无头毛啦。哦。 但是我入面了，看到有一个人拄着诶，有喙鬚的要抠喙鬚，不要帮我抠喙鬚，嘿，啊，伊个感觉就是感觉讲袂晓走，就想要飞的感觉。哎呦，哎，袂歹哦，真好讲，好的讲了有道理。这嘛是无头当的，这嘛是无头当，为什么要偷臭他？袂晓剃头拄着好手是啥物意思咧？广告回来，无你知哦。 我是因为要趁钱，对，我无法度。啊，我是因为我袂晓，但是拄着啊，无法度走险的。哦，两对，咱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技表。哦。哎，我感觉恁两个应该袂下哦。恁两个咧做有咧讲话吗？爸爸甲迄个阿虎有咧讲话吗？诶，观念拢无共的哦。观念无共。安尼啊？是，我来问一下，你啥那甲恁爸的观念拢无共？我是讲足简单的，我无头毛啦。哦。但是我入面了剃头店。剃头店。哦。 看到有一个人拄着诶喙鬚，有喙鬚的要抠喙鬚，不要帮我抠喙鬚，嘿，啊，伊个感觉就是感觉讲，
伊无未晓走，就想要飞的感觉。哎呦，嘿啦哦，讲好讲嘿啦嘿啦这是我的观念不要走就想要飞，嘿嘿，无卡踏实地嘛。对。是，后来爸爸你感觉好的讲了有道理无？这嘛是无头当的嘿。我不予置，无甲批评啦，因为这无甲批评哦。我是感觉讲这句话也袂晓剃头，你已经是袂晓剃头啊。结果搁一顿着好手的，就是要抠水手，意思讲啊，不是讲你运足歹啦。哦，你又袂晓啊，但拄着无尊重的代志啊，又搁顿着足歹胖的代志。燕，你讲一下。我嘛是感觉说，我都袂晓啊，结果拄着嘛，无法度迄种感觉。系啊，毋是卡踏实地，我是感觉小可严重啦，应该无遐严重啦。所以就是讲，我今仔日就袂晓剃头，搁拄着要抠喙手的，所以应该是。啊，这句话我甲伊嘛共款，英文就是无好，才去拍篮球，搁拄着黑人。这个题目是超工，这都单位有问题。好，咱来看一下哦，老师，正确的答案是。哦，这条答案哦，伫个阿雄这边啦。哦，这是咧讲哦，咱较早若去剃头哦，拢是剃头佮兼修面啦。是。啊，修面就是要抠伊的喙手啦。对啊。啊，好手的意思是讲哦，迄个喙手是对遮边哦，一直生到下海来，啊，规边遮拢全，好喙手足济人啦。咱讲好手啦吼。啊，所以你剃头就咧含慢啊吼，啊，你佮拄着迄个规边全毛的。所以对你来讲哦，这是一足大的挑战啦。所以咱讲的安尼，就是讲你去拄着困难，啊，你家己佫做了无好的代志，啊，所以你足衰啊啦。哦，对，大家尽量就好啦吼。好来，咱今麦尽量来看咱的分数啊。咱好价有3千，咱红价咧有6千。哎，好，继续搁落去哦。来去咱的第2回合，正港这头人。这头人，看风景真轻松。哎呀，要去倒位轻松啊！是我头早本来想讲要讲英文啊，后尾也想着阿姨听有啦。咱即马吼，甲两位报告，咱这回合吼，就是用镜头带恁来看风景，看台湾的风景，还是看外国的风景，拢有哦。外岛的风景嘛有可能哦。这样你看够有分数呢？是，咱这回合吼，一题3000，拢总12000哦，甲摕起来。哦，是哈，因为老师阮英文嘛通哦。问一下，伊是倒位的？倒一国？我爸爸是非洲。非洲倒位？加纳。哦，加纳。哦，加纳。加纳。足球。哦，足球。卡球厉害。是。哇，那真远呢。你去过吗？一摆啊，9分。爱坐偌久的飞机？一天。一天大大。一天。好来，上回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？是，刷落来这个景点吼是美国的，美国纽约的一个景点，4个字。哦，美国纽约哦。纽约。4个字哦。好来，咱请看。亲像迄个鱼啊，系一个帕克。嘿，鱼啊，什么鱼？什么鱼啊？嘿，什么？知影今日出来去哦，试看卖。来，红点。什么公园？对。什么公园？会记啊？中央吗？中央公园。阮高雄。嘿。嘛有中央公园。好。啊，你大声讲好清楚。好，中央公园。好。中央公园，好来，老师，中央公园对唔对？健康。来勇敢讲出来就对啊啦！来分数个加入去。恭喜你了3000咯！阿姊，伊唱歌呢。哎呦，唔免，免紧张。好，来咱请听老师来解释。哦，这个字哦，连中央拢会使啦，因为这有腔口差，咱台湾有的所在讲做中央，有的所在讲中央啦。哦，啊，这就是。伫纽约真出名，因为伊都市内面呢一个足大的公园，伊到一块足大地吼，啊做一个公园里啊，
啊，所以咱电影内面定定看到啦。伊关天时啊吼，伊迄个湖会结冰啦，结冰所以足侪人会走去遐溜冰的啦。出冰啊，所以伫遐是算一个城市内面一个足大的公园。啊，伊就是叫做中央公园，啊，英语叫做 Central Park， 哦，啊，就是伫中的城中的一个公园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咱再差这几千块尔，对啊拼个拼转来就好哈。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，来，机会来啊！哦，上个咱今日到佚佗。是咱刷落来哈，请恁讲出这个亚洲的国家哦是三个字。亚洲的国家三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哦，然后主角讲哦，来，咱李太太，新加坡吗？诶，较大声讲者。新加坡，嘿，老师，新加坡对唔对？健康。嘿，来分数。容易得到3千咯。哎，莫甲救起来啊啦！啊，这机场最有名的啊，世界第一的。水。哇，哦，哦，伊足适合人去住的呢。哦，伊个环境建真好。设较正好。哇，哦，这是一个城市国家啦吼，因为伊就是一个城市尔，但是伊嘛是一个国家，所以伊人口嘛无真济啦。哦啊，伊可能甲咱台北市甲新北市加起来佫较细，啊，不过伊就是一个国家。哦啊，咱台湾真济人去，因为去到遐一个好处就是讲，因真济人会晓讲福建话吼。啊，因讲福建话，甲咱的台湾话吼是会通的啦，互相会了解。伊嘛有足济人会晓讲华语。啊，当然这几年即马少年人大部分拢讲英语啦。啊，所以去到遐，你若用台湾话、用华语，基本上会通啦。所以有真济人爱去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阮所有等下就好。厉害厉害哦！刷入去都爱过来去佚佗哦。好，来咱今日换人。好，来上个咱今日去倒佚佗。是咱刷落来吼，是一个国家，请恁讲出这个国家的名2个字。哦，2个字的国家哦。好，来咱请看。啊，迄个是火山，我有熟悉。你有熟悉哦。吉利马扎罗火山。哎呦，哎呦，来，爸爸有想法。好吧。因为讲你讲有杀才有机会嘛。对对。因为我杀，我认为先杀伊就不爱杀。这外国。看起来。你要提一个无？会当到位。来，你要提一个无？伊在非洲南半球。哦，非洲南半球。南非。 2个字。南非。南半球。确定吗？是非洲的南半球的南非嘛？南非嘛，南非南东南西北南嘛。非洲的非嘛。南非。哎，安尼学台语介古水。简单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南非对唔对？健康。有上有机会。好，是南非无唔对啦吼。 啊，其实我差不多3礼拜前才对南非转来。是哇，这个所在真正，若有机会会使去啦吼。是。因为有足侪自然的风景，啊，佮有足侪野生動物通看。是。啊，佮有足侪海產通食。海產。因為遐有一個特色，就是講伊一邊是大西洋吼，啊，另外一邊是印度洋。哦，印度洋啊，對。所以，迄個大西洋迄邊的水是冷的，啊，印度洋這邊的水是燒的。 啊，兩個夾做伙，所以會當有真濟咱一般的所在無一定有的這種海洋動物裡遐有啦。所以我底下有龍蝦通食，佮有迄個青蚵仔通食。是。哦，袂歹啦吼，啊你若有機會通去，啊，佮會當看足濟無共款的野生動物。是。啊，因為伊的這個生活水準也無像咱台灣遮懸啦。所以咱去遐會感覺講袂遐尼貴，無你若去歐洲會感覺足貴的。好，不要緊，恭喜爸爸哦。謝謝。來，咱今日換人。 哦，
真紧哦，第4位啊，是啊第4位即马是9000对9000。哎呦，平手嘿，的。平手哦，哦，真正会恐怖呢。是，宝妮，你捌去过世界咧行行无？我较少出去耍。较少出去耍，因为爱练身体对无？嘿听讲你的身体真水呢。哎呦，哦啊，这你唔好看伊安尼细粒子啊，细粒子，是你用一边就好。一边吗我看者，这是水，这唔是三马血，你甲看伊，哦哦，练甲真好。安尼，哇，你甲看伊的，三头肌，你看伊这，你看伊这吧，哇，哎呦，大刚在练的哦，还有大钢去啊，大工你练的，我有在比赛，练了会惯健势。美哈，健美比赛，嘿，有影有水吼，嘿迄油搁抹落去，就是讲人讲迄线条啦。哦，伊迄身材有够水的，所以肉迄落啊型，马迄个型，嘿啊，一工练几点钟？ 2点钟。好，妈妈有妈妈伫运动无？有咧运动无？没有哎。哈，好，来去佚佗较好啦。好，佚佗。咱来出国比赛。没错好，来上个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？是，咱刷落来吼，要介绍是一个美国的景点3个字。 3个字哦，伫美国哦，吼景点哦，来咱请看。哦，诶，哦，大哈国，大哈国，哦，大大家国，大夹国，确定？大家国，来，老师大夹国对唔对？还是这要用汉字，爱用台语音吼，啊，伊音无准啦吼。哦，音无准呀。对。哦，即马音甲你讲啊哦，机会哦，保你啊哦，你会啊哦是不要紧，咱先看，甲看完。好，你想一下，哈，来，咱继续看落去。天然的啦，吼，好来，保你我你，大家国，大家家国，是大家国。来，老师大家国对唔对？还是嘛唔对。哦，真正。对啊，拄则有甲提醒讲三夹的夹啦吼。啊，就算这字伊念对吼，大夹后壁迄字因两个嘛拢念对，伊念国，啊，这个毋是国，这叫做国。国。哦，大夹国。大夹国。这个字甲国家的国的音是共款的。是。哦，咱迄个泰国的首都叫做曼谷。曼谷。哎，伊迄念做国才对啦。国。哦，是。咱来豆豆甲改过来安尼啦。就因为伊这个词是已经翻做汉字啊吼，所以咱来叫是，毋是讲照音的，因为伊原来的名叫 Grand Canyon。啊，咱无去照伊的音讲，咱是照伊的艺术去翻的，是真大的一个夹国。啊，咱台湾吼，这个塔罗国嘛是一个夹国啦，不过无遐大，伊这个比迄个继续大的，所以这是世界7大奇景之一。好，不要紧，不过分数嘛是真好看哦。好，来咱看一下好价。好价即嘛有9000。嘿，啊那红价咧，冇9000。哎，白粉来拼上盖赞啦吼！来，去咱第3回啊，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哦，有问号，有8提示。哎，这个8的提示吼，就代表后壁8的问题。哦，伊这是伊的关键字啦。是。啊，迄问号内底代表的是无同款的奖金，上最15000块，上少1000块，爱好好啊算哦。啊，咱有2个，就是有一条救命的机会。嘿，你就通甲你的厝内底人讲，我要支援，就是你袂晓的时阵，嘿，通问厝内底人。嘿，啊，搁另外一个就是讲哦，咱分数较少的人。嘿，爱先来算，不过2个平手啊，拄则咧，休困的时阵2个相拍，啊相拍，啊无浪费啊，是上赢举手，我赢，我赢，你赢，嘿我赢，但是我互伊胜，嘿，伊赢啦，吼拍甲咱咧老面老血，嘿，结果爱互伊胜，因为人咧才好，是 Lady First。英文，哪里有袂用？是，所以讲就由咱的铁
红蝶，红蝶来迄落啊，先选哦。好，来开始哦。来，红蝶你先选。我选是。选你袂紧好吧？24，老狐狸，老狐狸。我要选你的国家呢？加拿。 24啊，科比，来等一下，好，24先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24奖金有偌济？2万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不是便利商店，但是台湾上早24点钟营业的店家是什么店？是豆奶店还是剃头店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是。 唔是便利商店吗？是豆奶店还是剃头店呢？来，7个字，来，选一个。我感觉是剃头店。剃头店，你感觉是剃头店？那是24小时的剃头店，应该是做哦。但是歹讲，我咩想要剃头？豆奶店感觉是早点，是即马会食宵夜，食宵夜，是，所以你感觉是剃头店？剃头店对唔对？豆奶店应该食早顿的啦，是，但是因真早都爱起来传这个豆奶店的物件，唔对，所以会足早就起来。咱台湾即马慢慢有一寡人是暗时足晚才。 因的工课才结束，像讲报社、新闻、迄落电视台，因为是上班到足暗，按转去以后8度以后，爱去找食物件。啊，豆奶就是讲啊，既然咱足早就起来，啊因足晚才来吼，啊规日咱就暗时吼就做较暗的吼，啊怎啊接落去做早起？当然因换人啦吼，无可能一个人做2项因换人，但是因就是讲暗班的吼，就是做迄个暗时上班较足晚的人来食，啊接落去互人食早顿。 啊，一直做拢无休困，啊24点钟拢有人掠好，啊所以就24小时的吼，其实伫个即个超商也未来以前吼，都已经有豆奶店咧做24点钟的生意啊。1万块人得到经验，佮有15000的哦，免烦恼。好，来好的换你。好，大家拢感觉讲我会选迄落好，唔对，我要选迄落花草，是。 花草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哦。花草的奖金有偌济？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上一伫咧讲山顶一蕊花，唔值咧平阳一枝草，是咧讲人各有所长，还是怀才不遇？我要支援。哦，来支援一个哦，来，来，山顶一枝草，一蕊花，怀才。 不遇，怀才不遇。好来，我答案是怀才不遇。哦，来，怀才不遇对唔对？讲我都摕到15000块，广告回来报你知哦。请问，上一伫咧讲山顶一蕊花，唔值咧平阳一枝草，是咧讲人各有所长，还是怀才不遇？是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是各有所长，还是讲怀才？我要支援。哦，来支援一个哦，来，来，山顶一枝草，一蕊花，怀才不遇，怀才不遇。好来，我答案是怀才不遇。 哦，来，怀才不遇对唔对？山顶的花吼，本身是做有价值的物件。不过伊若生伫山顶吼，山顶人无该当做真要紧啦。伊若会当落来到山骹吼，伊就有伊的身价伫咧啊。所以伊就是讲，一个人就算讲你真有这个才华吼，不过你若伫个一个无人知的所在，嘛是袂当。 得到什么成就啦？所以这是咧讲人吼，明明都有才华，但是伊无去拄到知影伊的才华的人，安尼就是咱讲的怀才不遇。好，来加油，换你。还有12000的，还有12000。免烦恼，这个对。我要加纳了啦，加纳，加纳的，加纳，这样的感觉很难呢。还是大巨蛋？呱呱嘞，大巨蛋，大巨蛋。
呱呱呱，大呱呱大量能，大量大念两，大念两，冇做大念两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大念两个奖金有偌济？3000，袂啊，袂歹，咱斗啊斗，嘿，对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大巨蛋是台湾上醒的表演空间，倒一位歌手吼要变成头一个伫遐开卖票演唱会的歌手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真简单哦，就最近的新闻。好，来，咱好，是咧。我知，但是我要画几万，哎呦，啊，那万不离你抽了12个要安怎？蛮厉的。你知道啦？对啊，你知影？你跟你讲，我不跟你讲。但是我唔知我发音对不？哦，你也是讲英文啊？是，我英语老师。好，不会，这是咱台湾人。收几是不是？几万啊？几万？台湾要几万哦？好来。你讲看几万人民外臭，你讲。来吗？因为因拢惊袂晓讲啦。吓。周公。周杰伦哦。周杰伦。好，安尼知影吗？周杰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周杰伦对唔对？嘿，好，唔通歹势，大声讲就好。来，分数。恭喜得了3000咯！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啊，若要讲我真正确应该是周杰伦啦吼。周杰伦，这个是第8条，是爱讲到第4条啦。啊，不过咱台湾人真侪人嘛是第4甲第8袂分啦吼。所以讲周杰伦哦，会当接受啦。因为吼，真正伊要开唱啊啦。对啊。嘿，开始要卖票啊。月底要卖票啊。好，不要紧，咱大声拢甲讲出来，讲袂拢不要紧哦。好，来，好的换你。啊？加纳。哦，所以你等下选好。在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刚才奖金有偌济？哎呦，袂歹哦。好，来，袂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网络顶悬吼讲，伫咧加纳共和国离婚爱有特别的仪式，其实伫咧台湾若要办离婚的手续，需要几个人做见证呢？来，60秒的时间。我结婚是2个。嘿，你这离婚，嘛呢？你敢有离婚？阿伟，来7位。离婚应该1个就好。哦，确定哦。系啊。你想讲安尼较简单啦哦。系啊，无可能结婚2个，离婚搁要2个。哦。搁要讲2个，无可能。诶，1个就好啦。咁咪对啦。哦。法官大人，我作证，安尼就好。哦。1个对唔对？结婚哦，甲离婚同款啦，拢有双方嘛，有一个查甫，一个查某嘛吼。一般来讲，正常情形下啦吼。啊，所以因2个结婚的时，爱有2个证人。啊，离婚嘛同款，爱有2个人证明讲，这2个人因即马原理无爱搁斗阵啊，要册啊。哦，所以不管结婚离婚，拢爱2个证人。嗨哦。换你啊！哦，来。啊，你也算好呀。我问吗？对you。呱，阿是好，阿是好，呱。我哋咁樣移動節目好，呱。因有因的堅持。所以要呱嗎？好，來，看呱的獎金有偌濟？好，來，咱請出題。請問喊呱呱這個詞會當來形容一個人有打頭，還是講伊講話真離譜？好，來，你有10秒的時間。喊呱呱。嘿，是講人有打頭，還是講話真離譜？哎，時間到，7位。來。哦喲，真緊張哦。多一個。3個字還是5個字？我感覺是。講話真離譜，離譜啦，離譜，是好來哦，講話真離譜，對唔對？咱台灣
湾话这个含就是讲人讲话吼无合理啦。哇，哪有遐尼含的代志？啊，嘛会使讲啊，这伤含过啦。啊，你要搁较强调就讲含呱呱，讲哪有迄个含呱呱的代志？哦，啊，所以表示讲迄个代志哦，无合理，真离谱的代志啊。来，即马真正差3,000了。加油啊！刺激啊！好诶，你著爱加油啊！好啊。好，你著卖选好，你著卖选，我要选原住民。是好，来，咱来看者原住民的奖金有偌济？嘿，不要紧，斗气就好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的原住民伫咧语言顶面是属于什么语系民族呢？哦，来60秒的时间。哈，什么语系？你连题目都看，题目都看无对吧？是。啊，是哦。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哦，来。南，你举手了怎啊？南岛，台湾岛，南岛有语系。南岛有系哦，好，来看者南岛有系对唔对？伊讲南岛应该是语系还是语系啦吼？啊，伊拄则要讲英语讲哦，啊，颠倒讲英语是无正确的啦吼。哦，这叫 Austronesian， 这就是咱澳洲迄个所在，甲咱台湾人吼，的原住民吼，是同一个语族的啦。是。哦，所以伊用迄个名来号的 Austronesian， 唔是什么 Southern Island， 唔是啦。哦，咱无迄个名啦。咱老师英文系啦。啊 ，sorry。老师英文真好。嘿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辛苦。来，上尾啊2题哦，较正经的哦。啊，搁有万字的，头哦，吼，头较好，万字哦，头特。好，就这个。头鱼。头特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头鱼的奖金有偌济？哎呦，万字加起来哦。哎呀。来，一定爱讲对哦，吼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南美食土土鱼羹，甲鱼煎了才生，煎过了后才搁温淡来食，这个方法是对日本还是对葡萄牙来的？来，60秒的时间，是煎过，煎了才生，煎了才用温淡来食，煎哦。是日本还是葡萄牙？2个字还是3个字的？我感觉是日本。是日本对唔对？好，紧张。应该对啊！对，伊这吼是一种地中海式的食法啦。伊甲迄个鱼吼先小煎一下，无讲煎到真熟啦，半熟吼，啊了去裹粉，啊再搁落去煎，啊煎好吼，淋迄个汤落去。温迄淡的物件落去食，温淡来食啦。啊，即个咱台湾即马即个啊，咱讲土土鱼羹吼，就是温粉落去煎过，啊，再放伫鸡汤内面，的食法真哇。啊，这个是葡萄牙人吼，先因迄个村顶的人吼，因安尼食，感觉真好食。啊，即个日本人学去，啊，尾啊，再搁传来台湾。啊，所以虽然有经过日本，不过上早是对葡萄牙开始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啊，好哦。来。你唔算好嘛？是爱算。好酒定红茶，对吧？好，来，咱看这好奖金有偌济？哎呦，7000哦。冇袂少咧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传统风俗顶面认为，囡仔人若是得什么病，会当去庙的吼，请虎爷甲斗3工治疗咧。哦，这个病吼。什么病？什么病？什么病哦？咱细汉时阵拢知。什么病？嘿。什么病？讲病？你爱问几摆？什么病？你问4摆啊？无。什么病会当求虎爷治疗咧？请问传统风俗顶面认为，囡仔人若是得什么病，会当去庙的吼，请虎爷甲斗3工治疗咧？是，好来60秒的时间。哦，这个病吼。什么病？什么病？什么病哦？咱细汉时阵拢知。什么病？嘿。什么病？讲病？
你还问几摆？上面摆你问4摆啊？不，囡仔嘛对吧？对吧？囡仔。以前咱拢会安啦。哦，安啦。应用开什么？我知啊，我知啊。嘿，来。对啊哦。嘿对。批蛇啦。哦，你讲意思叫伊斩就对啊啦。对，是动物嘛对吧？皮蛇批蛇啦。哎呦，滤过性病毒啦。伊是神经性。啊，不是神经性啊。你心经的，对，所以叫你确定。批蛇，应该是批蛇。后来批蛇对唔对？是真可惜。正确答案吼是猪头皮啦。猪头皮啦。啊，可能真侪少年唔知讲猪头皮是种病，啊，伊就是真正讲起来是腮腺炎呐。颈暗规啊，就是喙皮遮，因为腮腺是咱内面吼，迄个咱的喙烂出来所在，啊，就伫咱的喙皮边仔遮。啊，你若迄个去感染到吼，才会肿起来。对。啊，一个面吼，敢若猪头共款，所以咱讲猪头皮。对。啊，咱过去相信讲，迄个虎会去咬猪。啊，所以讲虎爷吼，你若去拜，啊，伊会甲你的这个。猪头皮哦，甲你消灭掉。啊，其实当然无影啦，爱去医生看才会好啦。你拜好也无好啦。对。啊，不管咱怎民间的传出来是安尼讲的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看阮数。是。看阮好价。今晚25000。嘿，啊，那阮的红价咧。21000。哎，真好看咧。好，今日咱的支票1000斤。支票1000斤，大家动脑筋。哦，咱今嘛奖金，今嘛有25000块啦。25000块就是25秒。是的。哦，安尼无够啦，爸爸妈妈拢来啊。是啊，佮添30秒好冇？变55秒哦。55秒哦，咱会知影速度要紧的哦。是。咱这个回合有几题？哦，拢总3题。咱第一题来啊，几个字？3个字。3个字，即嘛有55秒哦。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第一个提示是2个人的输赢。2个人的输赢。表示是一种活动哦，吼。是。啊，过来，伊来啊。定高机。不是。过来，来啊！不是，过来变车筋。哦。来，车筋。啊，手把。啊，正确哦。是，来几秒？我今日够41秒啦！哎，你看真勇哦，阿手把啦，是啦，我咋今嘛无？今嘛无啊，因为一定会逼青筋嘛，哦，这拢会记出来啦，嘿，啊比开力的嘛，嘿，啊倒，嘿，咱就赢。倒你的手骨，嘿，好，来第2题啊哦，来哟，今日几个字？4个字，4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好来，好，这个提示，伊是瑞典人发明的。瑞典，外国来的物件哦，吼，台湾本地无。过来，伊有足侪色水的，足侪色水的，什么色的物件拢有。哦，啊，过来便利商店内底有的。哦，表示你若去一定会摕到，是什么？过来叫你啊。哇，系啊。定重复使用，就是袂使永远的单调是啥物？是。啊，过来一个只2块是啥物？环保。乐啥乐啊？啊，这个。然后你真正无啥物路用。我是讲什么瑞典来讲。无人去买店看到后壁，你去看到第5个嘞。哦。我是讲瑞典不是肉丸，各位。你度假有来无？各位IKEA，不是。啊，问题阮已经讲啊便利店，IKEA无便利店嘛。对啦，你真正是好佳在阮爸爸来，是啊，无路。哎，爸爸，你甲看者，咱秒数，咱即马够30秒啦，9万上尾一题哦，上尾啊一题来啊哦，好，几个字？哎，刷落来这个2个字尔。2个字，简单的。好，咱请开始。来，头一个皮粗粗，皮粗粗，过来伊爱用镜头啊甲掰开。哦。啥物件掰开啊？伊红色的。红色的皮粗粗应该就是食爱配子，啥物件配子？奶鸡。哎呦。嘿。讲到食较后了哦。是，爱配。不要紧，好你家在真正够有奖金嘛。哦，偌济。现在来看这个。哇，够3000啦！好，袂歹。初赛之外就是好的开始啊啦。对，够好赛啦。好，够3000哦。对。好，咱即摆今日去颁奖。来，颁奖。奖金3000。袂歹。嘿，啊，搁一块金牌。是，
恭喜恭喜，拄啊好开始尔，因为咱好赛，恁过来就是拄啊好开始尔。对，而且100万是上尾的总冠军才有，了解。所以3000鼓励啦，对啦，鼓励金啦，谢谢。好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，感谢咱罗公行罗老师辛苦啊！谢谢。专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提爸爸，互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，谢谢，感谢安迪，加过来，感谢妈先生，好妈先生，谢谢。阿辉哥报名，谢谢，感谢阿浩，谢谢，